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日宣布第9例家庭群聚感染是一位武汉食头路的台商，无发烧镜头刷未获伊看手。在今日台股收盘，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大破696点，才做高一日收盘破上济纪录。过年初4到初6，政府一日提出600万片的催案，限制一个人会当买3片，不过有民众也话讲伊买无。讲到台湾国内的武汉肺炎病例是继续在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日宣布讲，第9例确诊的病例是一位女性，因为伊翁婿伫武汉食头路，登台湾了后有一寡感冒症头，不过无发烧，才无符合通报的标准，想袂到未获伊的看守，也确定讲伊去感到新型的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开，国内又新增加一个本土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病例。这个个案的先生在武汉工作，10日回来台湾了后，捌出现嗽，还有流鼻水这症状。不过，家己到诊所看医生了后就好啊。无想到太太在7发病，8就诊，经过检验了后，第30确诊，将做国内第9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也是国内第2层家庭互相围来围去的感染事件。他的先生只是因为他先前的这个症状比较不明显，好，所以当时也没有符合我们是要发烧跟这个有呼吸道症状的一个 criteria， 所以那时候并没有被通报出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总计新型冠状病毒通报个案有730人，含9名确诊病例，也有239人正隔离检验中。这阵9名确诊个案病况稳定，依然继续住院隔离。头一个确诊病人的痰内底已经验无新型冠状病毒。也我特地注意的是，第9例确诊病例传染方式可能是互轻症也是无症状到患者来喂掉，对防疫可能是一大挑战。专家们也高度的，就是说指向说，未来这个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指挥中心搁在呼吁出国民众回国了后，应该自主健康管理14天。若是出现发烧、嗽者的呼吸道症状，应该主动通报机场甲港口的检疫人员，并且主动通报捌去过倒一寡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是第2摆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疫情所影响的经济影响，指示相关部门要采取8项的措施，也搁再一摆呼吁 WHO 别当排除台湾。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拢公开表态挺台湾加入 WHO。开讲日子面对武汉疫情来势真强，总统蔡英文第2摆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参详政策调整，也感谢防疫人员坚守岗位，让疫情得到控制。不过，面对经济受到肺炎冲击，造成大股大落顶，蔡总统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采取8点措施，稳定股汇市，减少短期心理因素的冲击。第二，辅导企业做好防疫，使我们的生产能量跟销售通路不受影响。第三，对受到冲击的产业进行纾困。蔡总统也请行政院看疫情变化嘅需要，研判特别法加特别有算嘅必要性。这种防疫工作重点包括落实人的流动管理，加强物资管控，提供正确资讯，强化中央地方防疫脚步一致，并且要求防疫中心订定防疫行为指引，也再度对 WHO 发话，不应排除台湾。台湾有能力、有责任为世界尽一份力量。我们也希望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而排除台湾 ，WHO 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随着疫情一直伫全球摊开，世界卫生组织30搁再召开紧急会议，不过议员无邀请台湾专家参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公开正式表示态度，认为应该以科学安全为考虑，让台湾加入 WHO， 让东亚的防疫体系更加确实。就连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头一摆明确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WHO。We believe that Taiwan's role as an observer in World Health Assembly meetings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unity and also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the fight. 杜鲁道的发言，和国会全场欢迎热烈。蔡总统也感谢日本、美国、加拿大这国家的公开支持。外交部是表示，病毒无国界，全球防疫无应该缺失。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专家会议，也有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武汉肺炎已经在中国有的城市已经封锁起来了。美国甲日本拢用包机的方式要甲因的侨胞撤离，法国甲韩国也打算要安尼做。根据陆委会统计，目前大约有400位台湾人留伫遐，希望用专机来甲因撤离。不过中国迄边却无正面的回应。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中国武汉23以封城来应应，煞嘛造成上百台湾人伫当地无法度动来，到达已经1礼拜。陆委会统计，目前接到225通求助的电话，为着个人的健康，计划想要甲美国、日本包机撤离的方式同款，甲人接档来，但是一直无法度得到中国的回应。既有的沟通联系机制，向陆方探寻可能的协处方式。那如果陆方真心重视关怀我方滞留人员的健康权益，应该来尽速回应我方的呼吁。登记需要政府协助返台的人数可能有重复登记，大概是400人左右。陆委会一直咧呼吁，美国友台参议员卢比奥是伫推特发文章批评，讲中国拒绝台湾撤离的要求，互人真生气。批评中国的政治操弄公共卫生，为着防范疫情，政府爱中国学生暂时莫落来台湾2个礼拜，过算了后会当入境嘛爱集中监测管理。但是伫中山大学读册中国学生孙玉凡，煞伫面册发出抗议信，认为这个政策严重影响伊的权益甲损失，提出爱公开会室的免除部分学分费等7个要求。各爱相关单位公开回应。除了住校之外，也有住在外租屋。如果出现了这种紧急疫情医疗的需求，恐没有人来关心跟及时的协助。像其他的国家跟地区，包括新加坡、香港的一些大学，也有类似的做法，不存在你所提出歧视的问题。邱垂正指出，中国学生集中监测较好，会以一个人一个房间为原则，避免互相感染。目的是希望保障双方的学生有健康的读册环境。另外，向中国提出专机撤离，邱垂正强调，真早就透过各种管道甲中国沟通，嘛提出各种方式甲联络专机的准备。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在今仔日，咱的股市也开讲了，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落尾大盘696点，收在11421点，是有史以来收盘高一日盘上侪点的纪录。台股上市公司的总市面价值一日就消失了2条。电视屏青变变投资人的心情真紧张，因为春节期间美国落盘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升温，连带影响经济信心。台股今仔日一开盘就大盘185.48点，指数一路开低行低，加权指数创史上收盘单日上大盘点，中场淡盘696点收伫11421.74点，成交值是2750.15亿。各国的股市都在高点，所以必然一定会修正一阵子。不是稳赚的呀，对呀，这都有风险嘛，自己要控制好就好了。除了虽然医疗相关的防疫概念股加游戏类股得到尾盘假日起停之外，包括鸿海以盘停83块以做收，国巨也收伫盘停板，只存374块。联发科淡盘8.47%来到383.5块。股王大绿光来到4710块，台积电也淡盘16块5角。另外，还有观光、航空、旅游类股也拢是重灾区。所有人与人接触的活动都会减少。那很多人想说，我干脆待在家里玩这个线上游戏所以游戏类股相对会比较强势。外资今天应该有针对全职的电子股有做一个大幅度一个卖压的动作。面对台股淡盘，行政院表示这是市场有疑心理结果，政府4大基金会继续关注，但不过目前也无到国安基金进场的程度。后续还要进一步来观察，但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的基本面都相当的不错。阮清华强调，台股今年开暗盘虽然跌破12000点，因为台湾的基本面犹原比其他国家好。国安基金将继续观察股市动向，必要时阵会召开委员会议讨论决议监视进场。记者综合报道。那股市受到影响，连观光业也受到影响。专门做中国旅客旅行业者也因为武汉肺炎的病情，一声了真济。根据着观光局的统计，自疫情发生到今，各地头的游客量大约达到2成，甚至有一寡饭店尤其伫过年前，甲订的房间总取消。交通部伫下晡甲观光业者开会，希望会当甲因斗协助。
旅行社电话响袂停，卡里外拢是咧问相关退团问题。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除了专接陆客旅行业者哀求，国旅市场甲其他国际观光也陆续受到影响，有不少业者就反映，进前已经订付的相关费用暂时提袂转来。那疫情一直继续，恐惊有40-50间专接陆客团的旅行社会面临经营困难。有一些旅游业者他就反映哦，因为一个晚上的随便的一个住宿费用，可能一个晚上就是要3万块。那如果说进来是8天7晚，那就大概是要56万了。你10团来讲的话呢，这个数字就太可怕。那业者现在可能这一波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那这笔账款压在这边，对业者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啦。根据观光局的了解，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风景区游客量大约落半1到2成。今麦客家团主有5000间饭店伫春节期间未少房间被取消，就连餐饮的部分也有人客因为听到用餐迄天有陆客订到，直接就改期还是取消。陆客他这一次真的就不能来了，因为政府规定他不能来嘛。如果过去都在接陆客这样的酒店的话，一定会受到冲击的嘛。那如果说一般还是接欧美或是接比较高端的客人的这一种酒店，影响就比较不大了。实际上，为了挽救受创的观光业，交通部下昼甲观光业者开会，初步规划出事务进行方案，包括接待陆客团旅游业者因为配合政府协调提前离境所产生立法费用价，因为暂停出团到中国旅游，观光局将言语补贴部分损失，也将协助业者营运周转利息补助。观光旅馆甲观光业者用资提悬信贷额度，并且减收手续费，也评估透过立法院停止比照2002到2003年SARS 期间的营业税甲所得税减收。记者综合报道。咱议员继续来关心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上升的数字统计。目前，中国无包括香港、澳门，就累积31个省市区的确诊病例，7711例，170人死亡。台湾目前有9例确诊病例，香港10例，澳门7例，南韩4例，日本11例，越南2例，泰国14例，新加坡10例，马来西亚8例，澳洲7例。尼泊尔、印度、柬埔寨加菲律宾拢是1例，美国5例，法国4例，加拿大3例，斯里兰卡1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4例，以及德国4例，芬兰1例。讲到中国的武汉肺炎是未收煞，目前已经死170人，全世界感染人数也冲破7800人，超过当年SARS确诊人数。真侪国家拢要派专机去撤离因的侨胞，其中伫日本撤离侨胞的班机，却出现3例的确诊病例，其中有2个人受到感染了后无出现症头，也互 WHO 个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讲敢要甲武汉肺炎列做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武汉肺炎疫情拖了真紧，第1个月来，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SARS，西藏也出现第1位确诊病例。中国全境沦陷，伫疫情上严重武汉，当局宣布要伫6天内建造2栋专门收容武汉肺炎患者病院。已经按算演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病院，会伫1月初3正式启用。基本上是早上7点到晚上12点，然后中间的话，休息1-2个小时，24小时随时待命的一个状态。另外，还有18个有确诊病例，印度、菲律宾30同步确诊首例，北欧芬兰29也宣布出现第1例确诊病人，是一名32岁来自中国武汉的旅游客，伊是伫22武汉当局封城前1天离开去芬兰旅行，目前伫病院隔离治疗，估算可能有15人捌甲伊接触过。Todellakin tämä on nyt ensimmäinen tapaus tätä uutta. Muistutan, että Euroopassa on todettu muutamia tapauksia jo aikaisemmin Ranskassa ja Saksassa nyt hiljattain. 法国是出现第5件确诊病例，法国南韩政府要派出第1架铁桥专机去武汉，澳洲政府是准备甲纽西兰政府合作铁桥，将人先安置伫离澳洲本土2000公里外、接近1年的亚丹岛，要隔离观察14天。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s the most appropriate thing. It protects Australians at home, but it provides a pathway home for those Australians who are in Hubei.
不过这都是受伤难民，国际罪犯的拘留中心，大环境真歹。纽西兰政府三十表示无赞成这罪犯，会另外找找隔离的地点。另外，日本第一架铁桥专机有3人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其中2人围着了后无出现发烧加速者的症状，这是日本第一摆发现无症状患者。日本目前感染人数有11人。第二批载210人的铁桥专机30载起到东京了后，机上有13人出现好亲像是为着肺炎症状马上送医检验，其他人也体检。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議上決定成立武漢肺炎對策總部。今回のウイルスの特性をしっかりと踏まえながら、感染拡大の防止を何よりも第一に。真侪間航空公司也停止所有飛去中國航班。世界衛生組織 WHO 日內話時間30會過一擺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是毋是要將武漢肺炎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在暗時要舉行記者會來說明。記者綜合報道。疫情的新聞咱漸後，說落來咱來關心政治消息。立法院新的會期在2月初1要開始，當港也會選出新的正副立法院長。民進黨團在今日召開籌備會議，鄺昌培已經有共識，尤錫坤有機會做立法院的頭人。伊講家己是深刻立委尊重黨團的決定，也若黨團總調是由郭建明繼續做。立法院新會期2月初1開議，迄天也選出新任的正副立法院長。民進黨團30召開黨團籌備會議，討論選舉代志。鄺昌培幾年前就共識，在會中得到黨團一致通過。加上民進黨釋出超過一半，前行政院長尤錫坤渴望確定當選。選舉的事沒有開票，都是沒有辦法預料的。那有關於我進到立法院來，這一次是新科立委，那每一個立委先進啊，都是我學習的對象。尤錫坤已經積極拜會各黨團，也出席府議黨的共識，只有黨團總調就任一致。原本但明文有意挑戰，不過郭建明一通電話，互伊取消這想法扭甩。最後黨團總調這邊確定由郭建明續任，鄭文平擔任幹事長，書記長是鍾嘉賓，會中也營造團結的氣氛。柯總召打電話給我，希望我能夠繼續支持他，我就答應，所以我還是繼續支持柯總召擔任民進黨黨團的總召。總來講，民進黨是一個非常團結的政黨啊。那我們內部的溝通協調絕對沒問題。再次感謝陳明委員的支持。民進黨立法院鄺昌培確定了後，也到時代力量黨團拜會尋求支持。時代力量新科立委柯顯智向尤錫坤提出2項建議，包含立法院長游錫凜政見發表演講、記名投票加國會改革法案，希望伊未來能推動。不過時代力量立委是毋是支持鄺昌培，要等到2月初1黨團討論了後才有答案。記者綜合報道。國民黨特別補選黨主席。前副主席郝龍斌甲立委江啟臣宣布袂參選，在今仔日申請表的頭一天，江啟臣隨即領表，也強調講國民黨的問題是因為囝生少的少子化。另外，郝龍斌安生在馬仔去領，伊強調講國民黨的改革應該是世代合作加世代整合。金屬來到幸福報道。國民黨新春團拜前總統馬英九、前主席吳敦義，閣有準備黨主席補選的前副主席郝龍斌攏有來，只是敢若閣佇敗選的陰霾內底，氣氛無往年熱烈。台頂秩序的時陣，大家攏強調愛團結甲改革，代理主席講話講了更加直接。有話黨內說，不要內鬥內行，怪鬥無膽，大家就理念路線來討論辯論，就國民黨沒有個人，沒有派系，沒有黑箱作業。黨內化改革，新總派呼籲世代交替，黨主席補選閣要開始，嘛互形容這是世代之爭。上新表態參選的郝龍斌強調，黨內改革甲改造是愛各個年歲的人攏來參與，閣應該愛世代合作。伊嘛願意承擔，閣講到伊有真濟親總派支持，袂甲主席當作是跳棒。我們這次也看到，在選舉過程中間，在大選過程中間，很多人都是因為主席定位的問題而造成一些我們不團結的現象，或者互相猜疑的現象。我覺得黨主席很重要的是要能夠成全所有的我們黨內的人才，讓他們能夠充分的發揮。
郝龙斌按算31领表参选，蒋启成是抢第一，再去亲身砸现金200万到中央党部领表，认为国民党爱勇敢改革，搁爱瓦解民意，上大的问题是少子化。国民党问题不是世代交替而已，国民党的问题是少子化的问题。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心态上必须要转换，倒不是年纪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让更多年轻人参与的问题。想要争取党主席的，阁有师门学校的张亚中，但是敢若因为无做过中央评议委员，也是中央委员，无符合资格，再去一直面切发文质疑，讲若是选举无开放予所有的党员，阁讲什么改革？记者郭彩霞基本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有一间翠暗工厂，伫今年初有一批翠暗无合格，互罚钱爱收回。也因为最近国内大家抢买翠暗，网络甲民众就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有真侪人走去甲伊退货，厂商在今仔日也出面赔货。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今仔日去到视察翠暗工厂，市政府也强调讲翠暗的品质甲数量拢无问题，请民众放心。过年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因为中国武汉肺炎，台南翠暗工厂陆续开工。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伫现场视察，业者强调，为了供应翠暗需求，初5就开工。目前厂内6条生产线，未来会有12条，按算一礼拜生产70万片。佮强调翠暗拢会做测验，仪器下去测，你的过滤效果有多少个百分比，它就会给你显示出。一般外科用的可能最少你要达到95%。如果有未经合格认证的口罩，滥竽充数蒙混在其中，我们的消保官一定会把它揪出来。不过，伫高雄有民众怀疑买到的是无合格翠暗，赶紧要退货。卫生署不合格啊！谁告诉你说不合格？我儿子啊，我儿子上网上去查。这间公司的翠暗过去捌伫台南被检出细菌过滤无合格，这2天网络甲民众一直咧传业者出面发冤枉，强调无合格翠暗是2013年6月制作，当时上市受检合格。目前卖翠暗拢是2019年制作，无共款批货合格产品，要对网络不实散播的人提告。我们自己送检纺织研究所的检验报告是99.9%，高于95%以上，绝对是合格的产品。高雄市卫生局跟你们讲说我们低于95%，他也没有检验报告给我，所以我现在还要跟他们打行政诉讼。这个批号是 T122B0432013063号的这个批号。业者强调，当时生产翠暗检验合格，经过卫生单位抽检说无合格，是不是检验当中出问题？卫生局认为需要过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有宣布，已经针对一日会当生产5000片以上的翠暗工厂，启动逐日要减收400万片的措施，统一配送到店家。不过过年的初4到初6，政府逐日是提出600万片的翠暗要卖给民众，限制一个人敢若会当买3片。不过也有民众话讲，因拢买无。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口罩吗？可能要明天呢，明天会有可以贩售的口罩。翠王酒精今仔日停卖，会当讲每一间店中岛过了后，拢打出这款的广告，未少民众不满买不到翠王。维康信义那些都没有，对吧？他们都是贴一张什么售罄，所以很夸张。我们都买不到，因为我们真的是网络上什么都买不到，我们是透过那个家人从国外买。不过少数的药局超商也是会当买到，政府推出的限卖翠王，未少民众排队抢咧买。卫福部自1月2日初4开始，连续3天，逐天释出600万片白面手术翠暗，提供予7专家、莱尔富、OK 等4大超商。翠暗的价销1片8块，每一个人限买3片。另外，伫医疗因素内部，药妆医材通路为1月29开始，逐天释出470片的翠暗，连续供货2天。下个礼拜如果物流渐于稳定的话，我们供货就会比较稳，不会再限制说1人只要1包这样。药局强调，翠暗货源搁过无偌久就会稳定，限买情形一定会改善。也毋过，翠王1片8块，引起小机会批评，定价伤贵。为此，行政院要求卫福部甲经济部讨论最后决定，将针对日产会当超过5000片的翠王工厂，启动逐天经过400万片措施，疏解翠暗抢买情形。伫启动经过机制了后，1片翠暗的价销不排除比8块较低。
由政府统一增购。例如增购400万片，目前我们每日的产量，尤其在今天也正式的开工，上看每日可以生产到400万到420万片。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日产600万片，甚至更高。另外，针对国内翠暗出口管制，财政部再次表示，维持每一个人上加5盒为限，就是一人最高就是5盒为限，可以携带出境。但是随着疫情的一个发展以及国内的产能的供需，我们会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讨。经济部强调，年假过了后，国内翠暗产量提升，会一步一步恢复正常。政府相关部门会以统一经过、统一调控、统一收价措施，追踪翠暗产能加存量，确保国内供需无过余，同时也减价查测、囤积加乱起价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学校也搁伫咧休寒，不过对后礼拜开始公立幼稚园甲国小了后放学了后的照顾班，以及着中学的辅导课要开始咯。为了要避免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学校摊开，学校也开始进行防疫的工作。在今仔日是私立幼稚园开学的头一学工，囡仔去学校也是爱量体温、挂嘴暗。摆好对等量下头的温度，佮洗手。私立幼稚园的囡仔展开学习进前，都要先确认无发烧、无感冒。我们会测量孩子的体温，随时来观察孩子身体的变化。那每天呢，幼儿园的老师也会进行园内的消毒工作。校园防疫真重要。后礼拜一初三开始，部分参加课后老园、课后照顾的公立幼稚园甲小学生，也将等到校园一透早，北市永安国小的1年啊行政主管甲家长会代表同齐开会，参详开学前后的防疫措施。是不是戴口罩是比较好呢？对啊。虽然人数无算多，学校同款确认学生伫入去学校进前爱先量体温，伫手中喷酒精。若讲有师生到过中国武汉，爱自动隔离；若为中港澳入境的，爱尽量挂嘴翁。接触的人，我们也是无法掌握，所以小孩的接触史和旅游史，可能家长要更诚实一点的告知。提出喙暗酒精加消毒水，学校讲本来就有准备，因为按照规定，准备的喙暗需要是全校师生1.25杯，年前就已经定啊，只是还未摕到货。下礼拜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希望在下个礼拜的准备期当中，能够把该有的数量也可以放在班级里面，因为毕竟这个病毒它是有潜伏期的嘛，所以孩子什么时候会发烧，我们并不知道。喙暗还未到货，定的耳温枪也卡伫海关，学校希望开学前会当解决。台北市教育局指出，等后礼拜供货甲物流恢复正常，物资应该会到位。若真正也不足，会当提出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大型的室内活动，大家也变加真注意。亲像31个台北动漫节，虽然是无取消，主办单位也会甲民众量体温，若准有问题会随通报疾管署。另外，台北国际册展是改到5月初7去。真侪人坐伫涂骹伫等，无聊拢伫看手机啊。台北南港展览馆外口，少年学生为着要抢31开幕的台北动漫节限量好茶啊，提前一天伫遮排队。不过拄到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上升，因讲每一个人拢有带喙暗伫咧防范。就自己就做好保护，然后就同时也是保护别人吧。为期5天的台北动漫节是过年了后头一场大型的室内活动，主办单位决定照常举行。也过即阵有3间业者为了防范，已经取消参加活动。为了落实防疫的措施，展馆各出入口拢有配备酒精消毒器，工作人员也拢有带喙暗。即阵去到上新的措施，民众入场进前一律爱量体温。额温枪测量体温，如果超过37.5，照 SOP 程序通报给卫福部的疾管署。前年一摆台北国际书展是各国文化交流盛会，每年吸引60万人次，原定2月初时举行，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国际参展单位甲各国作者已经陆续取消来台湾。出版业烦恼影响参观人次，所以文化部甲册展基金会以及业者协商了后，宣布延到5月初7，这是台北国际书展头一摆延期开展。那特别是今年的儿童书区，也首度移入世贸1馆来办理。基于办理成效以及品质的考量，本届台北国际书展将延期到5月7号到5月12号来举行。
下个月登场的台北电玩展，一度传出可能延后举办。对此，台北电脑工会定称会如期举行。这阵无任何厂商宣布撤展。开展期间，民众验票相关爱量体温才发到入场，也加强展场周边的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因为新型的冠状病毒伫香港确诊病例有增加，也互香港民众想要买喙暗加清洁用品，有人惊讲会买无，对半暝啊就开始排队，也有人因为伊买无着，伫店头外街甲人乌亮。骂人甲踢大门，香港天水围一间连锁药房外口几啊位市民真生气，因为无甲早起8点，至少400人等咧买喙暗，暗过店家煞只用强行插到20盒。嗰啲冇噶啦，冇辦法。这几天抢买喙暗甲清洁用品，正做全民运动。听到30连锁药房下晡一少量物资，真侪市民半暝就来排队，结果排规暝也是买无，才一百多块。网络阁传出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甲民政事务总署要发喙暗互市民，民政事务总署将近中度澄清绝对无这代志。第二发会特别卫生会议上，民建联议员张丽芬也阁问，是毋是用伫厝内底以100度的水来消毒喙暗？外科口罩咧都係一次性使用嘅啫。喺膠中消毒得唔得啊？啱唔啱啊？蒸100%水溫得唔得啊？以我所知冇呢樣嘢。買無喙暗引起民怨，食物甲衛生局長表示，政府感受到市民的需求，已經展開全球採買工作，接觸140間嘅供應商。咁我哋會繼續咧係全力咧係多管齊下咧，咁去處理咧係呢方面嘅問題，包括咧係例如本地生產啊，全球嘅一個採購啊。為避免疫情拖開，港府30飯店開始，將高鐵西九龍站、紅磡港九直通車頂所的口環關起來，有市民講向關站差點袂當應變，不過要市民認為上好是將所有口環攏關起來。香港即擺只封幾個口環是毋是傷過萬咧？記者綜合報道。退位無夠一年的日本名人上皇，離到煞佇伊住的所在熊熊昏倒在地，路被個醒起來，伊也隨去病院接受檢查，卻是找無昏倒的原因。去年4月底才打退位的日本名人上皇，这个月29號伫退位了後，住的所在吹上仙洞寓所昏倒。當時日本密克上皇后拄好伫伊身邊，扶着名人緊急飼着呼救鈴，請皇家醫生來檢查。李敏婷昏倒一陣了後，佮家己精神過來，最後佇皇家醫生甲宮內廳職員的協助之下，互搬去房間休困，嘛已經做了初步的醫療處置。消息傳出來了後，有真濟日本民眾是真關心，各地嘅官方網站祈求民眾會當恢復健康。有人講，因為民眾嘅立場中立，所以介意民眾；嘛有人講，86歲民眾年歲是愈來愈接近99歲過身嘅日本調和天皇，所以希望民眾會當好好保重身體，活到100歲。因為醫生懷疑民眾是甲去年7月同款發生腦貧血，30號這一天，佇民眾甲平常時同款食了早頓了後，宮內廳就安排民眾佇風紀內部的病院做血脂強症的檢查，並無發現到頭殼內底有中風也是奇怪的狀況，這會當暫時加觀察才會當知影。記者林士彤報道。歐洲議會伫當地時間29用621票贊成、49票反對，批准歐盟甲英國達成脫離協議。可能伫台灣時間2月初一透早，英國就會正式脫離歐盟。不過到年底這段時間，雙方也為着經貿關係佇咧做準備，親像英歐經貿會談就要開始啊。在大部分議員無相濟意見之下，歐洲議會以621票贊成、49票反對，通過批准歐盟甲英國達成的協議。3年來，佇英國國內甲規個歐盟內部吵吵鬧鬧的脫歐議題，第一階段就此結束。表決通過了後，真濟出席的議員徛徛合唱有名，蘇格蘭民謠友誼萬歲，就此送別議會英國代表。
平常时拍对头机会，伫会馆国被提出的时阵充满感伤。部分自头到尾反对脱欧的英国籍欧洲议会议员，伫抵税时阵是一直7、8岁，不过有一名英国代表例外，来自英国脱欧党的议员，伫主席法拉吉的带领之下，以违反议事规则的方式，让英国国旗当众庆祝英国脱离欧盟。 I know you want to ban our national flags, but we're going to wave you goodbye, and we'll look forward in the future to working with you as sovereign. 这时阵，麦克向被消音。If you disobey the rules, you get cut off. Could we please remove the flags? Mr. Farage, could we remove the flags, please? That's it. It's all over. Finished. 伫形式上，英国为这1月开始重视欧盟会员，不过伫今年底进前11个月过渡期间，欧盟的法令规将伫英国境内一元适用。不过为了明年开始英国欧盟新关系，双方也只有这11个月用谈判，时间是真紧张。第摆会商上早按算伫3月初。 一个鼓吹脱欧的脱欧党党主席法拉吉，虽然伫议场上真一人讲无想要看到伊，不过伊认为就算无欧盟，英国甲其他欧洲国家也是用伫经贸等领域有互惠甲合作。欧盟方面也强调，会将耐心甲英国周旋来维护欧盟会员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一段黑案是继续伫咧进行，敢有要传征国家安全顾问去参议院作证，也正做民主党甲共和党对峙的问题。另外，波顿要出版的新册内面有证明川普乱用权力的内容。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有甲伊警告，新册若有机密资料部分无甲伊拆掉，是袂当出版的。 美国总统川普被控滥权甲妨碍国会，当命令国会弹劾审判。民主党电影强烈施压参议院，要求传唤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前往作证。We need all 4 of our witnesses, John Bolton and Mick Mulvaney and 2 others who were the president's henchmen. All of them have direct eyes and ears knowledge, and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hey really need the complete story. They deserve it. 波顿近日即将出版白宫回忆录，内容传出将证实川普滥权。引用《纽约时报》报道的内文手稿，川普捌伫8月甲波顿讲，拍算冻结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直到乌克兰怀疑调查拜登家族，也就是川普2020大选潜在的政治对手。也不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23敲致函波顿的律师，警告新册内容含有大量机密资讯，若无删除，袂当出版。波顿律师据报是反驳白宫，认为其中无任何资讯应该被看作是机密。Nothing in the Bolton revelations, even if true, would rise to the level of an abuse of power or an impeachable offense. 为了快速为国会弹劾案脱身，川普的律师强烈反击波顿的爆炸性指控，坚持讲川普甲乌克兰交涉并无构成弹劾的理由。这一敢是传唤证人作证，参议院有计伫31举行表决。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防疫问题，也请民众一定要配合。台湾目前已经有9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不过伫彰化县卫生局却是找无一位捌甲其他确诊患者接触过查甫人。伫29利用警政系统追查，这个查甫人因为无想要放隔离，却利用假资料，落尾也互找到，该罚10万块。武汉肺炎第5例甲第8例确诊患者拢伫彰化，彰化县卫生局马上针对这对翁某去过所在进行消毒。不过伫17接到还有1名姓刘查甫人，甲17确诊武汉肺炎的女性患者有接触，本来应该居家隔离，却找无人，一直到29，透过警政系统才被找到。市话是留台北，那手机都关机。那住址也查无此人，所以我们找不到之后，我们就启动了警政的协寻的机制。那在昨天就把这个人找到了哈。那现在发现他是在中南部的某个县市，那我们把这个居家隔离个案就移到那个县市的卫生局去做后续的管理。这查甫人恶意留假电话甲地址，而且手机也关起来，袂当联络，拒绝配合防疫的行为十分明显。30彰化县卫生局依法开罚10班。
但是因为这个个案提供不确实的资料，手机市话，还有也不再依照中央规定做居家隔离，所以我们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跟第48条处以10万块的处分。那居家隔离本来照中央的规定，就是应该要在家里面14天，不可以外出，不可以出国，而且每天要接受我们电话的一个关怀。中法官卫生局指出，这60波人目前人伫中南部，详细健康状况甲等下台湾甲即马相关线鱼甲接触史，由当地县市卫生局来调查当中。第5例甲第8例武汉肺炎确诊案例，不接触的人目前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健康状况真好。针对居家隔离人电子监控是不是真是用有效控制，都要等时间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有民众伫高雄捷运的车厢内，当到一个查甫人讲电话，讲甲足大声，讲家己拄对中国武汉回来，煞拢无要挂嘴暗，害民众惊假。随卡1992甲检举，高雄市疾管处表示，目前隔离的对象拢无违规情形，伊也请警察去调查。若准讲这个查甫人乱讲话，制作别人的惊吓，相当会当改罚300万。如果接近晚间12点。高雄捷运车厢这名查甫人正伫咧讲电话，毋过民众翕伊是因为伊咧电话中家己讲，前2天才为武汉回来。他就说，对他自己说，他前2天才从武汉回来，这样也有一点担心说，他是不是别的国家再又转机回来的，害怕会有防疫漏洞。查甫人伫三都站落车，民众也赶紧卡1922防疫电话检举，并且伫网络上大部分呼吁大家疏离。高捷公司表示，若当下协部会协助处理。第一个，我们还是会柔性劝导，请他戴上口罩。第二个，如果他再有渲染说他可能是从这个例如说武汉地区回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向上做一个通报。高雄市疾管处进行清查，强调所有为武汉回来的人拢已经列入居家隔离对象。伫无定时查访甲市内电话联系过程，无发现违规外出。研判应该是属于一个子虚乌有的状况，但是相关的当事人有这样的一个行径，那我们正在追访，如果属实的话，那涉及散播不当谣言，造成社会恐慌，那这个有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嫌疑。疾管处表示，会请警方调查厘清事件甲查甫人的身份。若查甫人毋是武汉回来，却几下摆伫公共场所散播类似的言论，将会当当作恶意造成惊吓，罚300万。要么个民众大部分同款，较会造成惊吓，会要求删文。另外，高雄市政府30尾仔第3度召开防疫会议，针对离岛公布的强制司部门挂吹往量体温的做法，希望1礼拜内达成，也会针对低收入户甲家有发出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台北市甲新北市2位的市政府拢取消新春团拜行程。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表示讲，接落来1礼拜是关键时期。伫下晡，台北市政府也宣布讲，2月初8的台北灯会是照常举行，不过袂食的单位会先来取消。今日台北市政府无论是大门口警卫，也是面对民众第一线服务人员，拢挂催暗。武汉肺炎是继续摊开，台北市政府团队初6开工，面对防疫作战严阵以待。市长官提挂催暗接受访问，强调说来是1礼拜是防疫危急期，要求公务机关第一线人员拢爱挂催暗。台湾跟大陆往来密切的程度呢，应该在未来的这1个礼拜，应该是防疫的。我们英文叫 critical period， 就是危急期，就是说，如果这个期段我们没有出现多 case， 那我们后面就比较好应付。如果这段时间突然出现一大堆 case， 哇，这下就麻烦了。台北市府下晡也开防疫应变会议，最后决议初8台北灯会照常举办，不过开幕闭幕采集活动减少，取消食面大会减少民众将喙暗提来机会，消保官也加强稽查喙暗介绍。另外，板桥车站内底清洁人员用酒精加强消毒。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视察这个所在防疫状况，看到很多的公共领域里面自动的摆上了消毒酒精，免费提供给市民、给乘客来使用。我想全年作战，中央地方上下一条心，大家全部来备战。关提领军的民众党特别进入国会，将做第3大党，针对疾控技术，关提也准备好啊。扮演的角色只有2个，一个是示范，一个是学习嘛。我们要学习整个中央政府各个政府
运作啊、执政，这我们还是为自己的执政做准备了。伊强调，民众党虽然是无关键少数，不过会为执政做准备。要阁将台病院、台北市府海文化习惯带入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台湾的电子业拢有伫中国设厂，也因为武汉肺炎爆发，真侪中国的厂区是迁到2月初10才开工。也一寡科技公司供应的台湾干部会当用电脑办公，暂时免去中国。 4月拢伫咧放炮啊！随着新春开工，大家互相团拜，希望有好彩头。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开工第一天，真侪公司防疫的措施正谨慎，规定员工入去办公室进前，就要先做好基本的消毒防护。要麻烦这边先消毒一下双手哦。 那口罩再麻烦帮我们戴上。公司本身自己也有提供一些，譬如说酒精、口罩，然后包含呢，我们也会一早我们就会在路口会有一些譬如说量体温的工作人员，然后协助。那主管会定时，然后时间的去关心跟了解同仁的状况。惊讲真济防疫的漏空，国内企业对抗武汉肺炎做了真彻底。不过真济电子业伫咧中国设厂。 真侪干部基层员工也要去大陆开工，其中豪捷科技首先通知讲，派驻中国的台籍干部由员工家己决定是毋是要延后去。若是决定袂转去中国开工，会当先到台北的总公司上班。另外，鸿海集团也宣布暂缓到中国厂区，改伫咧台湾办公。有一寡中国的厂区依照中国官方的规定，2月初10全面复工。 另外，被动元件大厂国巨是伫咧苏州加东莞的厂区，会配合延长旧历过年的假期，到2月初10才正常上班。1月营收本来就是受到工作天数少所以1月营收本来就不好。那2月营收停工1/3的时间的一个关系，所以2月的营收也不会太好，这个会直接冲击到第1季的一个财报。尽管分析师讲，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影响，科技业第一季的营收无乐观。 严国强调，大部分的企业伫咧全球布局已经分散风险，生产线有够支援，未发生长年的危机。严过第一季的冲击是加减的，若是第一季营收的下滑，疫情若无法度控制，第二季的营收恐惊也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的旺来雪茄是外销去中国排第1坎的水果，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中国延后1礼拜上班，雪茄外销也随来暂停。不过已经真9份的雪茄，若准无收就会开始烂，农民也真烦恼。 过年了后，头一天开工，台东县10个产销班的农民真无简单，接到香港、新加坡、甲加拿大旺来雪茄订单，赶紧到果子园搬水果。不过，这批订单只有4000台斤。农民讲，进了10架的旺来雪茄，原本拢外销去中国，即使受到武汉肺炎影响，贸易商拢暂时无得收。不过，旺来雪茄上最个咱搁再放10天到15天，若是搁不爱采收卖出去，可能就要了钱咯。他没有采完的话，就是给他掉。 所以我们就是要采了，要销国内也要销了。台东旺来雪茄产季对去年10月到今年4月，一年外销中国超过1万外吨，今年的产值50外亿。协会商讲，每年在过年前后是外销的大月，各自出口5000吨等个啊。不过今年年后因为疫情停收，也影响外销的行情。台东县政府表示，正在想办法应应，看是否法度减少农民的损失。去年这个时阵一天迄货柜差不多。 5、6货柜，今年无，今年剩1货柜都无。延迟采收的就尽量延迟采收。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可以以国内市场供应。那我们还是以优先供应国内市场为第一优先。不过，集会商表示，这阵品质好的旺来雪茄，市面上已经传出一箱敢若卖600块。农民希望一旦无到顺利外销，希望民众会用加食一寡雪茄，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若准讲到郁金香，量必大家一定会想到荷兰。不过，即马要看花，唔免出国，去台中的后里就有通啊看。4个女性申请荷兰的传统服装，去年才摕一卡回拿，回拿内底拢是郁金香，身躯对音乐摇嘞摇嘞，欢迎民众来到台中后里看大大片的郁金香。很漂亮啊，很多不同颜色的花开起来很漂亮。今天的花超美的，而且就是
人也很多，然后下雨天的话，就是花还是很坚挺，可以一次来这边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郁金香，还就是种类很多。为着要互咱台湾民众欣赏袂输予外国的郁金香花海，台中后里一笪正出名的观光花市，专工按荷兰进口50多种，计共30万丛的郁金香花栽，利用冷冻的技术。种高式的紫阳珠郁金香、雄黄的道琼斯郁金香等等无共设定的品种，拍算花期有通到3月。从1月份到3月份，我们整个的郁金香花季期间，我们准备了大概有50个品种花色，从传统的白色郁金香到深紫色，从半色系宛如牡丹花的这种郁金香，在我们的花园里面呢，都会一一的展现它美丽的身材哈。郁金香花季到今已经15档，受到济民众的欢迎。2020年的台湾灯会嘛，要伫后里举办，时到咱会当伫日时欣赏郁金花，暗时来看花灯。记者综合报道。咱讲现代科技新产品无塑胶人馆精神，伫台中的新社香果是真出名。究竟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种香果呢？咱做回来看。果寮内底一蕊一蕊的香果，看起来真饱甜。台中新社出香果真有名，不过因为近来气候伤烧热，加上困较热的影响，产量一档比一档搁较少。农委会研发水黏温室栽培的技术，就是要帮助农民来改善果寮的温度上悬的问题。这样吹过来之后，用水，然后把热带出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温度。夏天的话，可以降低大概3到5度。这款水黏降温的设备，是用烧冷交换的原理，配合抽风所产生的负压力，营造温度低、湿度高、香果介意的环境。经过栽培试验，发现讲果类的产量甲品质拢有正大的提升。说我们现在香菇菇包菌种弱化，其实在于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温度的控管，让菌种还是可以恢复。那至少我们可以达到的使用容积率，至少可以达到200%。那我们希望说每个太空包，目前来讲由本来的差不多170公克，可以提高到330公克以上哈。这项新的技术会当将果寮的温度控制伫咧28度以下，而且湿度维持伫咧85%到90%，减轻气候因素佮有天气烧热的影响。用技术甲天拼，就是要种大蕊佮好食的香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家东有一位裁缝师，靠40多年的经验，做一款互女性穿起来对身材更较有自信的恤衫，而且真侪眉眉角角拢是家己去研究出来的。搭裁缝车，真用心，将每一块花布拢接起来。今年63岁的蒋秀媛是屏东家东专门咧替人做恤衫这种假的设计师。19岁，伊就开始做女装，为着互人会使穿了舒适，佮会使表现出体型，伊家己研究，甲传统的假改良做会使穿伫咧外口的恤衫。然后我就看地拢介大块嘛穿那个女装就不好看了，对不对？我说，我也当做这有你穿哦。没有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就是安尼拍起来基础。规排看过去五花十色，车工真油的假，尤其花草也有代表台湾的客家花布，甲各种色地，这全部拢是蒋秀媛为着要互人客穿了水，佮有自信的产品。它的美感很多不是，很好，那个安尼一段一段的慢慢做，这人就是做耐心呢。我们的花色只能做最多10件，可是那个10件之间啊，很多号码，有些就存一领尔。为着卖互恤衫的花草变化有限，蒋秀媛真骨力找布，就是要互人客会使穿到独一无二的衫。伊佮较表示，有人客专工为南非也有美国来伊的店交关。伊笑讲，伊的人客为18岁到80岁拢有。伊讲伊要继续创作，互佮较侪人会使穿到料新材质好，佮有变翘的恤衫。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6度到14度，中部地区对6度到17度，南部地区对8度到21度。
东部地区对9度到1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6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日时间咱再会。